大家好啊！嚟緊11月15號星期六就跑沙田賽事嘅，大家留意係跑星期六嘅。咁呢條影片就精選連贏一拖三啊，主要講第9場賽事。呢場就3班跑泥地1650米嘅，未訂閱我朋友就訂閱翻我啦，撳一撳個訂閱掣，撳埋鐘仔啦，有新片會通知翻你嘅。咁大家撳鐘仔嘅時候記住揀全部通知啦，訂閱係完全免費唔使錢嘅。咁另外最緊要幫手撳一撳個 like 支持翻，多謝翻大家。咁呢場就14隻馬出足嘅，逐隻馬講先。1號馬飛雪神驅啊，呢隻神驅係6-0嘅呢隻飛雪神驅。呢次就轉過嚟泥地試一試喎。大家留意翻呢隻馬上場嘅3班田草2000米呢，出閘慢咗嘅，0044係慢咗嘅，但係衝上嚟呢都有勢喎，最尾跑第5喎，輸2個幾馬位嘅呢隻飛雪神驅，咁所以唔好睇小佢喎。大家另外就睇埋血統嗰度咧，其實呢隻馬外地咧，贏啲遠地同埋大爛地嗰啲嘅喎，睇下跑泥地會唔會即係突然間有啲驚喜嘅呢隻飛雪神驅，大家其實可以邊線，我覺得係可以睺一睺嘅。2號馬艾利奧。艾利奧啱啱3班泥地呢個路程咧，黃志雲騎15倍，上名跑第3嘅。當然佢就泥地係非常之出色啦，因為上季咧呢隻馬都3 win 嘅喺泥地，都係啲邊線分子啦，排咗7檔應該擺前面噶啦呢隻艾利奧。3號馬奧士同群啊，奧士同群就跑3場3-0嘅，3場都大冷門嚟嘅。最近一場3班谷草1650米咧，就叫跑第8啦，輸4個馬位。呢次轉過嚟泥地試一試啦。上場梁家俊嚟喎，呢次周俊樂喎，14檔喎，偏向觀望啊，呢隻真係。4號馬黃龍飛將啊，黃龍飛將其實泥地係非常之犀利啊，上季都即係3 win 嘅，原本4 win 有場係俾人 disq 咗。呢隻馬上季3班泥地呢個路程都贏過啊！但係今季咧就冇上名喎，反而呢隻黃龍飛將最近一場谷草就叫跑第5，輸2個幾馬位。呢次換咗阿布文，排咗2檔，睇下幫到幾多啊？呢隻黃龍飛將睇下會唔會有機會回馬槍啦？4重彩當然可以拖啦，呢啲就5號馬都靈福星啊！都靈福星上場跑到第4喎，呢次換阿麥道朗當然。即係都係要考慮㗎啦，呢隻都靈福星。6號馬肯佩斯啊，贏完之後再出又入 Q 啊，呢隻都係要考慮啊，我覺得呢隻人。7號馬堅有利，呢隻真係堅啊，上場輕鬆贏3個幾馬位，我覺得佢就贏面係非常之高啊，呢次縮程1650米都好大機會再贏一場啊，呢隻堅有利。8號馬張銳啊。張銳跑咗一場嘅3班谷草1200米，44倍冇飛啊，輸7個幾馬位。呢次就初跑泥地，當然偏向觀望啦。呢隻就9號馬假面騎士啊，假面騎士上季試過即係一出即刻贏嘅3班泥地1200米。其後成績就即係得一場上名啫，其他都麻麻地嘅。呢隻係假面騎士。今季跑2場都即係冇上名啊，其中有一場仲潘頓騎有飛 5.7 倍。呢次就試一試真情跑1650米試一試啦，呢隻假面騎士。當然偏向觀望啦，睇下佢真情會唔會好少少。10號馬安泰啊，安泰呢隻馬咧，其實即係呢個路程咧，今季就入過 Q 喎，唔好睇小佢，我覺得可以睺睺啊呢隻安泰。蔡漢啲馬嚟緊嘅，隻都。11號馬天威啊，天威楊明倫就騎開，但係呢次就換咗人喎，無險東騎喎。呢隻天威咧，其實上季嚟啲當然犀利啦。上季4 win 喎呢隻馬，但係今季跑2場都大敗，係大敗啊。繼續觀望下先啦呢隻。12號馬天時名區，天時名區嚟啲當然犀利啦。上季5班贏到上4班都照贏，今季贏咗2場4班嚟啲1650米啊。最近一場咧就換咗阿黃寶妮咧，即係麻麻地喎，跑冇影喎，輸5個馬位，跑第7。係咪即係3班唔夠跑咧？定係即係換個騎師試試啦？呢次又換咗阿杜婉欣啊。
咁啊睇下佢係三班唔夠跑定係點樣啦，得定係換咗阿杜婉欣會好少少。我偏向觀望。13號馬開心5月，嗱開心5月咁啊呢隻馬其實今季係贏一場4班田草1400嘅。咁啊，另外上季咧就即係又係贏場4班馬嚟嘅，咁啊4班田草1600上季係贏場。咁其實佢啊3班咧就冇上名喎，上季贏完馬之後升上3班就最叻嗰場係跑第4嘅。咁啊今季咁啊贏完馬啦，最近一場又升上3班，咁啊3班泥地1200米又係跑到第7嘅，係咪又係4班馬3班唔多夠跑咧？嗱咁呢次啊即係試下跑泥地1650米啊試一試啊呢隻開心5月。嗱咁呢個路程咧，咁佢就好早之前係跑過嘅，但係嗰陣時可能隻馬都未得啊，唔計數啦。咁睇下佢依家跑成點啊？但係始終4班頭馬又係頂籠跑得好，都係4重彩拖。嗱14號馬寶賢得得啊！嗱呢隻寶賢得得咁啊，今季跑2場都超級大冷門嚟嘅，咁啊2場都即係麻麻地嘅，咁啊當然呢隻就偏向減分再觀望啦，呢隻就。嗱呢場咧最後馬膽就當然係揀咗潘頓，即係堅有力啦，呢隻真係堅到爆炸。咁啊上季咧3 win 嘅係連贏3場嘅，呢隻係堅有力。嗱咁啊今季咧就跑2場啦，呢隻堅有力。咁啊初出嗰場咧4班泥地1650米咧，咁啊楊明倫騎，咁啊輸少少，輸個馬頸位跑第3。嗱最近一場咧4班泥地1800米咧，潘頓一騎上去咧係輕鬆到爆咁樣贏3個幾馬位嘅。嗱咁呢次就即係升上3班跑啦，咁啊升上3班。嗱我覺得即係泥地嚟講，你啊升一班就唔同草地啊影響咁大嘅。咁啊呢隻堅有利，嗱排咗個10檔，咁啊上場孭135磅，呢次孭126磅，咁其實佢排外檔咧好似仲好啲咁樣喎。咁啊大家留意翻咧，嗱上場又係排10檔啦，其實全程都3節競跑咧，叫做有少少遮擋咁樣，咁都輕鬆贏3個幾馬位。再睇翻上一季咧，布文咧曾經有一場咧排10檔，又係大部分途程外碟冇遮擋嘅；另外有一場排13檔，又係大部分途程外碟冇遮擋嘅，2場都贏晒嘅。咁啊呢隻堅有利，其實可能即係擺喺出邊，即係3節競跑可能仲好啲嘅，即係唔好有啲馬即係夾住佢啊咁樣，反而放鬆啲，輕鬆咁樣喎。呢隻堅有利，嗱我覺得佢升班。即係冇咩問題嘅，排咗個10檔咁啊，最好就即係無劑無阻啊！你話3碟啊3碟咧，最好有少少遮擋，好似上場咁樣，咁啊直路即係攞到出去爆，我覺得呢個堅有利咧，其實都好大機會再贏一場啊！咁啊馬膽揀咗呢個堅有利先啦。嗱咁腳啊3隻腳俾大家，咁啊首先第一隻我揀隻都靈福星啊。嗱咁我搏呢場咧應該係有啲步速啊，因為有啲馬應該會搶啊，譬如即係艾利奧啊。咁啊，另外假面騎士啦、天時明區啦、開心5月啦，呢幾隻我覺得係會有機會搶前，即係扯快步速嘅。咁啊，反而偏向啲即係居中後上馬好少少，我覺得。咁啊，第一隻腳我會揀隻都靈福星嘅。嗱，都靈福星其實上場3班泥地1650米咧，奧爾文騎咧都好後咁衝上嚟跑第4嘅，輸4個馬位。嗱，咁其實呢個路程咧，上季咧其實潘頓都贏過呢隻都靈福星。咁啊，所以嚟講，你話呢次換下麥道朗12檔，應該縮喺後面爆一段。咁如果扯快步速咧，咁佢直路咧，亦都係有機會衝上嚟跑翻一直嘅，我覺得。咁啊，第一隻腳我拖翻去先。嗱，咁啊，第二隻腳就拖隻肯佩斯啊。嗱，呢隻今季跑2場都即係2場外檔都縮喺後面，咁啊爆上嚟都爆得勁嘅。咁啊，初出嗰場3班田早1200米就贏咗啦，31倍。嗱，贏完之後原來就唔係符碌嘅，再出3班泥地1200米咧，咁啊4.6倍都爆上嚟入 Q 啊，輸個幾馬位。咁啊呢次就即係真情跑1650米啦，咁啊呢隻肯佩斯。咁嗱11檔咁佢啊應該又係即係縮喺後面嘅，咁啊睇血統其實父系都贏到1600米，咁應該就冇咩問題嘅。雖然佢上季跑嗰次泥地1650米唔得，可能當其時隻馬未得住啫。咁啊依家就可能今季啊大熟大勇唔奇嘅呢隻肯佩斯，咁啊搏佢亦都係後上跑又一直唔難啊。第二隻腳拖翻佢啦。嗱，最後一隻腳就拖埋嗰隻10號馬安泰。嗱，咁呢隻安泰咁啊上季其實呢隻馬都2 win 喎，喺田草1400米。咁啊今季其實3班泥地1650米咧係試過入 Q 喎。咁啊嗰場就即係雖然係濕慢地啦，咁啊自跑得啊贏馬，佢又跑第2跑第3啊新二馬。
咁啊，新意馬就即係其後再出又贏到馬嘅。咁啊，另外嗰場咧又係有啲都靈福星啊、黃龍飛將、艾利奧、天威嗰啲全部喺度嘅。咁啊，呢隻安泰嗱，咁佢又係縮喺後面爆啊。咁啊，呢次田泰安騎咁啊縮喺後面，咁我覺得又有機會衝到上嚟跑翻一直嘅喎。咁啊，拖埋佢啦。嗱，呢條片就講到呢度，咁大家記得幫下手撳一撳個 like 支持翻，多謝翻大家。